我必须要在这里爆一些大秘密啊！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艺术家、美术家、画家底层的很难活下去？很大原因呢，不是你的技术不好，不是你的画工不好啊，不是你的美术修养不够啊，不是没有人认识你啊，而是我们中国美术家的信息太落后、太封闭了。我刚刚在 Fiverr 这个网站上面看到有一位巴基斯坦的艺术家，他说他有18年的这个画水彩的经验，现在呢，他就到这个 Fiverr 这里来推广，把自己推广出去，还找到不少的客户啊。我看了他的作品，也看了他的这个介绍啊，他是巴基斯坦的不过他会好多种语言，巴基斯坦语、英语、德语都会。你看这种有技术有美术会画画的人，你再加上这个简单的英语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推向了国际市场，站在国际舞台上挣更多的美金？艺术它并不廉价，艺术它需要被认识、被推广你赶紧来学英语，把你的才华向全世界推广。